继续来看高雄警察张顺罗发现到有一台车车顶哪像藏溪仔盘、溪塔面，要求驾驶落车，不想到讲伊个竟然驶车来弄警察，甲警察弄着伤。虽然讲伊最后有来投案，不过警察已经开票，无算自首，嘛依照妨害公务、公共危险罪，甲移送法办。那警察巡逻时看到汽车违停，立刻看卖，却是发现这四部的驾驶人唔有早起的前科，车顶啊疑似有食毒品，用的这个溪盘，有时就叫伊落车。下来的可以盘嘛？接着，别人加先配合，所来个警察弄开了逃走。但是发生在2个暗时接近10点，高雄三民区顶中路加金山路口，警方是要向检方申请拘票。向高雄地检署申请拘票后，赴南自知难逃法网。于今日14时至顶金所投案，警方依法拘提，全案依刑法妨碍公务毁损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。2日下晡，这10人主动出现伫派出所，承认讲有溪盘才逃走，杨国检方拘票已经开出啊，警方认定无算家己投案。除了刑责以外，有这10人逃走过程加贵检开车、超工弄警察、反向加抢红灯，总计相关则罚208800块的罚款。训练盘查的过程是蛮扎实的，但是呢，我们大多都是以徒步的时候或是骑乘机车的时候，开车的相关盘查的经验呢也是比较少，情境的讨论也是比较少，警察机关应该要更加深入的部分。那警察因为弄到一人倒枪换骨头闭气，一人转头车门夹掉。警方配合保育机关，稳准警察以保护自己也是他人为优先，唔是欺负对方。互警察伫困时也使保护自身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